大家好，今個星期嘅法庭新聞重點有：政府入稟申請充公，因違反香港國安法中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判監20年嘅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嘅物業資產估計約共1億2千幾萬。法庭安排喺7月初聆訊。另外，6年前涉及炮台山暴亂嘅女子移居澳洲後返港遭拘控，控方需索取法律指示，押後案件到6月初處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違反香港國安法中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被法庭判監20年。政府入稟高等法院，根據香港國安法第32條，申請將黎智英與案有關嘅財產充公。入稟狀列出律政司要求充公嘅資產，除黎智英多個名下及相關銀行戶口內接近4500萬元結存，仲有佢名下或相關17間公司至少價值逾7100萬元嘅股份。佢喺欺詐案及國安案中所支付共1000萬元嘅保釋金，喺欺詐案中被罰，後來因上訴得直而獲退回嘅200萬元罰款，總額約為1億2700萬元。有關充公令申請已排期7月8日審理。一名喺澳洲賭場任職收銀員嘅21歲女子，涉嫌於2019年9月反修例示威期間，即當時年約14至15歲，於炮台山管有2支雷射裝置及3罐噴漆，其後移居澳洲。今年初返港後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2罪。案件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控方申請暫緩答辯以索取法律指示。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6月2日再訊，被告獲准更改保釋條件，將每週到警署報到次數由2次減至1次。電通大王沈漢森嘅長子沈俊文涉嫌於2023年偽造文件、虧空公款，圖謀霸佔父母名下資產，偽造買賣單據及會議記錄，聲稱各以港幣1元代價，分別向父母購入全數股份，並蓋上偽造公司印章，以此向5間財務公司申請7筆貸款。按揭西貢康湖居3個單位，共取得2661萬元。沈俊文日前於區域法院承認5項欺詐罪。辯方求情時話，被告本可承繼1000億家財，如今卻因貪念淪為破產及無家可歸，希望同父母重修舊好。法官將案件押後至5月7日判刑。2019年8月，港島區暴動案，當年21歲嘅法律系女學生湯嘉欣，原被控參與暴動並管有攻擊性武器。案件2021年喺區域法院審訊，法官李俊文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上訴得直，上訴庭批准撤銷暴動罪嘅無罪裁決，下令發還原審法官處理。案件近日再進行聆訊，控方承認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曾作出任何受禁行為，但強調法庭應考慮環境證供嘅疊加效應，包括被告當時嘅全身衣着裝備、喺現場逗留至警方驅散及最終被捕嘅地點等，足以作出唯一合理推論，即被告當時身處暴動現場，並以鼓勵及壯大聲勢嘅方式參與其中。辯方反駁指，控方嘅證據無法喺毫無合理疑點下指向被告有參與暴動嘅推論。案件押後至6月9日裁決。呢週法庭新聞重點講到呢度，下週再會。